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美国要护台湾的决心，那像是愈来愈明显咯。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面册，今仔日公布相片，是美军一台赶飞弹的军舰“贝瑞号”总航行经过台湾海峡，这已经是今年美军的军舰第10届通过台湾海峡咯。华府的智库嘛来公布着上新的民调。 讲这个美国人，不管是一般的国民，也者是意见领袖，愿意承担风险，保护台湾未受中国威胁的数字，伫1分到10分当中，达到上悬的7.93分。 无可指挥弹驱逐舰“贝瑞号”昨个通过大海，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伫面册顶面直接就讲，这证明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美国海军将继续伫国际法允准的地方飞行、航行甲运作。国防部表示讲，伫大海情形拢有全部的掌握。这更也是美军伫2020年第10摆通过台湾的海洋。 包括南海海域巡弋的次数自然就会增加，因为它增加部署的关系嘛。那主要原因它事实上就是因应中国急于突破第一岛链这样的一个威胁，以及中国一再的宣称台海内海化以及南海内海化这2件事情。 对于印太战略，美国立场是真坚定。华府智库战略加国际研究中心调查发现讲，为1分到10分，一般民众认为，达到保护盟友无受中国军事威胁风险的分数。 台湾是6.69分，意见领袖的分数更加有7.93分，显示国民嘛支持美军伫印太地区防止中国扩大势力。他就循我们的台海而已啦，我觉得应该我们还是要自立自强啦。为国庆了，台海以及那个西南边的空域都无平静，不过维持台海稳定，这应该是两岸共同打拼的目标。